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福气类嘅节目。你讲到秋天、冷天嘅果子，大家会想到嘛？可能提早会想到系企鹅，因为企鹅冻好些。讲到庆祝进步，大家会想到嘛？没有可能会想到企鹅。不过大家想企鹅除了做啲事，佢样做啲做嘛？佢做啲做。企鹅娘做咧做动多嘅东西，你今日当帮去绕墙道两界后生因来到节目地度，然后大家咧分享佢都做嘅啲事情吼，大家咧分享佢都体解咧分享嘅来宾是来自新竹新埔青阳工作坊嘅潘依慧分享。大家好，我是青阳工坊嘅潘依慧，基本日当翻去来到也老大家认识。耶，分享。聽你咧繞牆嘅係南外一屆來賓，佢係一屆鍾依憲分享。大家好，我是新埔青陽工坊嘅鍾依憲，今日當歡喜做得了大家分享。耶，好開心哦！所以改下兩感音的這個此偶少改，其實練習了動球係冇有練習，剛才自我介紹有對不對？有。我觉得很有诚意，动用心意，两个都是客家人，对不对？对，没错。可是因为说真的，有时候在成长的狗昌地都没有很有机会讲客家话。不过今天真的好开心哦，可以聊绕墙道，你讲两改动等一下改。降水毛，然后又是我们说客家之光好了，都聊片，然后大家的分享，对，所以用躺哈可以听得懂吗？可以听懂一些，比较没有办法。哈哈，不过没关系，我们就是在一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对不对？走哈嘎改东西，然后讲哈嘎法，然后就是我们就是有点滴，然后不断的学习。我讲今日要强调两改音，两改降水毛，来到节目第一度，其实少改东西非常多哦。你看 A B 改。摄影棚，哇！今天摄影棚看起来真的是装饰的很美哎，这都是你们今天带来的作品，对不对？对，没错。而且整个好丰富哦，我以为你们只会带一点点，结果你把我们这个布置成好像一个你们的工作坊，好像是另外一个环境，对不对？然后再加上你们两个今天穿的衣服，走改上服也是你们自己的作品。对，今天穿的衣服都是用四支去染色的。就是试染衣服，那我们会从染料的萃取啊，然后到染色，再加上车工，都是我们那边制作的。对，所以你改用气没有谈到重点呢，今日咧少改是试染，用皮儿的娘补走动豆改。洞细，我们先简单的讲一下，台大为地，像我们知道很多染布，蓝染啊、植物染啊，可是说真的，我们动少的少改试染，要不要帮我们分享一下试染？因为主要是因为我们会做试染呢，会跟试染其实跟其他的植物染呢都是一样，都是天然的染色。那试染会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试染里面有含丰富的单宁酸跟胶质，然后在单宁酸它会经过太阳的照射呢，颜色会越晒越深，就可以看前方的北点的颜色一样。那边。对，好像有个比较红。对，比较红的话，就像是柿子边的，它是比较就是跟其他植物染不一样，它可以经过太阳曝晒，那它的色牢度呢也会比其他的植物染呢颜色会更好，那它也不易褪色，然后它本身呢试染呢，除了它可以染在布块上面呢，在台湾或日本呢，其实我们可以染在木块上面。它可以当做像油漆一样，它有所谓的防蛀虫啊，还有防泼水的作用，所以它可以让木材呢使用的年限呢可以拉长一点。所以可以染布，可以染木材。对。然后你刚刚讲说，因为给不你挑色给洗给木孔柔，所以它的深度、颜色深度也会不一样。对，没错。在染的过程中就是这样了。对。比如讲，从刚才看到那个是杯垫，对，有个红红的。对。可能就晒没有那么久，我猜的。没有，它是晒比较久。猜错了，电动，所以那是晒比较久的，比较红，晒比较久比较红。是那像颜色很深的呢，有一个中间特别深的那个。那是因为我们加了所谓的醋酸铜或醋酸铁一个美染剂，它会让它颜色做一个转换。OK， 我重新再看了一下它的颜色，的确，我觉得它好像在边边的颜色有一些不同。对，感觉上布看起来比较旧。那也是因为晒比较久的关系。因为我们试染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可以晒出像皮革的质感，所以很多人会误以为我们试染是不是用皮革染出来的，颜色很像。有要补充吗？这边对。它除了就是可以染在木材上面，它也可以染在网子上。
就是可以让那个网子就更加坚固，因为它有胶质。哦，对，所以它其实不只是漂亮，它也可以让它好像就像你讲的变得比较稳固。对，没错。对，哇，这太有趣了。不过台家有躺斗吗？其实释染在台湾已经很多年了。对，几年？目前至少15年以上。15年。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大家对于释染好像没有这么认识，可是我们对于植物染就会觉得哦，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可释染大家就会好像哦，真的吗？对不对？会疑惑它到底是用什么染出来的。哦，那因为我们主要是这几年呢才在推广，就是这4年内才开始慢慢推广释染的部分。那早期都是因为社区妈妈们她在制作，那她们只会学习如何做释染，跟做一些比较简单的教学。那在商品开发就比较没有跟做行销部分。然后听说日本跟韩国其实做释染已经非常久了。对，没错。因为我们当初呢，为什么会做释染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当地的政府他想要扶持释染，就是做饰品的工厂呢，可以更多的开发。那因为做饰品它只有秋天到大概9月多到1月份左右的时间而已。那他们其他的时间是比较空窗期。那做释染会不一样。那做释染的话，可以整年都可以做。对。然后还可以就是整年都可以染释染，跟商品的贩售都可以。对，因为说实话，因为不管是蔬菜、水果，其实它都有季节嘛。我们知道是当季水果跟当季的蔬菜，所以是秋冬我们会吃到柿子，但是如果做释染，我们就没有季节的分别。对，没错，对不对？哈，所以就哇，真的很棒哎。不过我今日提到了问题，有一家动入意思感问题，就是当时会做释染的灵感来源，我觉得这个故事好有趣哦。对，就是你们有一个释染之柱，是不是？对。对，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是什么？因为释染之柱呢，它位在于新埔的魏家的柿饼那个教育农园那边。那因为当初他们早期人他们都是用手工去削柿皮，对，他们削完其实柿皮就是充满了就是单宁酸啊，那这支黏液呢，它会碰在衣服或者是碰在柱子上面，那久而久之它颜色就会加深，就会变得有点灰咖啡色那类的。那这颜色的话，才发现说原来说释染可以就是染色，所以我们就称之为释染之柱。那在他们那个就是魏家那边，他们称之为怀亲之柱，因为怀念母亲，因为以前母亲很辛苦来做柿饼。所以这是怎么样？就是削柿饼削一削，然后摸一下这个柱子，对，然后因为手有那个水果的那个汁液，对，然后摸上去之后，久而久之竟然发现染色了，而且好像还蛮好看的这样子，对，所以叫释染之柱，所以那根柱子特别有历史意义，有，就是他们现在还保持那颗柱子的原色。好有趣哦！所以会就是我觉得就是以为很微笑，就觉得好像是这个样子。那怡萱有没有要特别补充？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想补充？特别的故事一时之间想不到。对，就是释染之，所以你们都知道那个释染之柱，你们都有去那边看过。对，我们都会带有兴趣的朋友，我们都会去那边，请他们去那边看释染之柱，好好玩哦。对，因为特别老台刚才凤雄呢，就是说，其实你们有这个品牌，一开始我知道你们这个品牌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名字好有趣，因为I讲会流用，所以I讲企鹅就是企鹅，你有学企鹅吗？你要吃柿子嘛，可你们的品牌就 KIR，对不对？所以其实好像跟这个发音等于是有谐音哎，企鹅，对不对？对，没错，这是故意的吧？没有，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也有一部分也是故意的。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本身呢，就是一开始的名字是叫新埔释染坊。那因为新埔释染坊是属于那种在地的名称，它没办法做个注册。那我们会想说，想要创造一个比较吸引人又有点品牌跟年轻化的名字，然后我们就取了 Kia。那 Kia 代表呢，就是客家话跟台语的柿子的发音，然后取个复读音，然后希望呢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跟外国的朋友们。那你觉得效果如何？大家有没有很喜欢这个名称？有，大家会觉得蛮惊讶，而且在介绍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原来如此。对，所以行业白老你改乡亲朋友咧，少改俩品牌改时间说了解品牌，哎呀，日本爱晓，人讲唔系哦，Kia 你就把。上都系企鹅改客家话改讲法是企鹅，就柿子就是你们的品牌，对不对？对，哇，太棒了！乡亲朋友们，起到动有意思哦。其实现在又附送豆改，记得带来改作品，
好，做你老大家的分享。不过嘞，先问一下，这些作品到你们的工作坊是可以买的，如果喜欢的话，是可以买的。有，就是除了展览品，就是除了这些实物不行之外，那其他的商品都是有贩售的。哦，所以像是摩啊，咱还讲那个是那算是杯垫对不对？杯垫，这个是装饰品，这个就是手枕，滑鼠垫上面的就是手枕，但是它也可以当做暖暖包使用，因为它里面放的是红豆，可以微波1分钟。太有趣了，它也可以当做疗愈小物，因为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表情都是不太一样的。太好了，哇，这个表情不一样哦，所以这样子好了，你先绕墙一改向亲朋友先聊下，你讲过后咧，你是转到你节目改现场，好好咧稍解一下，你现场就嘛改作品。耶，今日东方宇宙的绕墙的衣服，还有以前那个节目地读到台高的小改哈，其实哇，我们其实现场有好多作品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我刚刚本来想说，哦，我要介绍这个鱼，因为你说它里面有红豆，它可以是暖暖包，然后它也可以是滑鼠垫，然后它也可以是疗愈小物。对，比如说你就会说，你看这2只鱼，表情是不一样的。好可爱，而且它的眼睛是爱心。对，然后你还可以让2只鱼，你看好可爱，它们还可以互动。它可以成双成对。成双成对，所以其实这就是你们的疗愈小物，这些东西是可以买的，对不对？不过呢，还好冇给大家时间嘿，聊聊改酱什么，非常改等一下，好，记得带了买个东西。哇，你们带来的现场的 DIY 是不是？我没有想到我今天也会被赋予工作，所以应该是说我可以亲自来进行我人生的首次提儿娘儿 DIY， 就是自己亲手做，对不对？而且呢，他们给了我一个任务哈，大家可能先看一下，这是一个小包包，某马个塞，然后我可以染字在上面。你知道他们给我的字是散漫，就是您生而动散漫。我本来想问他说，有没有什么比较轻松的字眼，比如说是吃饭呐，或者喝饮料？我获得了一个是一个散漫，所以他的时候走款款呐。所以今天那个怡萱要帮我们主力做这个 DIY， 对不对？这个是到你们工作坊也有可能会经历的东西，对不对？对，我们也会有一个 DIY 体验，就是这是比较简单又快速的。耶，太棒了！大概最快可以10分钟可以结束，一定要，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就你先开始，对不对？对。好，那我跟随你，你先开始，你帮我们介绍一下。那我为大家示范。那我们等一下要做的话，就是4支刷染，然后我们第1层要上的是柿子汁。好哦，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提儿柿子的汁液，对不对？好的，颜色真的看起来就是这样的颜色。它一开始榨出来是绿色的汁，但是它放久发酵之后就会变成咖啡色的。那柿汁它有发酵的味道，所以会有一点臭臭的。那我要闻，可以吗？可以，你闻闻看。真的蛮臭的对，因为我们是整颗的青色果子啊，就是还没有成熟的柿子呢，它去在大概我们每年7月份都会跟农夫收购，然后来做榨汁。然后它基本上要发酵2到3年使用。2到3年？对，没错。所以我下次这么珍贵，这个2年以上应该有。我告诉你，台咖啡熊狗，你还有点球球嘛，改味道，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以前脱轨小改是要写书法，我帮你那书法有时候拿那个墨汁很久，不知道墨汁有一种很奇怪的臭味，就跟这个很像。对，好，请继续。那我们第2层的话，要上的是醋酸铜。OK。然后第3层的话是醋酸铁。那它2个颜色碰到柿汁的话，会产生不同的颜色化学变化。那蓝色的话会变成咖啡色的，那红色的话会变成黑色的。对，然后就可以自由配色。好棒哦！那我现在的话就要开始，上第1层颜色。那我也可以了吗？对，也可以了。哇，2年以上的柿汁好珍贵哦。对。就涂上去就可以了。对，它刷上去的话，会有一个浅浅的咖啡色。OK，对，很浅，非常浅。
我们只要刷到有颜色就可以了，因为刷太多的话就是会太湿，会晕开来。哎，我刚刚很贪心哎，我刷很多，我想说没有颜色。基本上应该沾一次可以刷完整个画面。哈，那我刚刚真的沾很多次哎，因为它蛮省的，就是它的染料需求量不用太多，1、2 cc 就可以将整个画面刷满。那你刷的时候要有点摩擦的声音，要有点用力。有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疗愈的过程哦。所以去到你们的工作坊有这个 DIY 料理包，就是 DIY 料理包的话，就是可以，就是民众可以在家里也可以做体验，像这样子的。那基本上呢，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说明，会像这样子说明。OK， 对。然后里面就会附了试织跟美染剂，但是我们材料包的附的话呢，就是蛮多是要家里自己要 DIY， 就是自己要准备一些纸啊或胶带啊，然后什么的。所以你现在拿的那个是一个笔袋吗？对，是笔袋，然后我们基本上固定的，对，我们就会所以里面会有这些东西。我们会图案呢会随机。我们这样看一下，所以你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是金鱼，对不对？金豚嘛，是不是？对，应该算是金鱼部分。这个是什么？蓝鲸，它设计是蓝鲸。那我们会附所谓的试织，就是您现在刷的第1道颜色。对。然后再来会附所谓的醋酸铜，它刷上去会变咖啡色。OK， 所以观众朋友如果去你们店里就会拿到一组这个，就可以跟我一样做现在一模一样的事情。对，类似。然后但是呢，如果到我们店里面亲自做刷染的话，它基本上它有很多图案可以选择。OK， 然后袋子的款式啊，或者是还多一道就是可以刷黑色的部分，就是我们那边可以选择会更多，不会像 DIY 材料包会比较简便一点。OK， 所以 DIY 材料包是在家里可以一起做，比如亲子互动时间。但如果是在店里的话，颜色就会更多一些，然后再来就是图案可以选择更多更喜欢的图案，会有很多花卉啊，或者是动物，或是几何图案，或是有伞帽。对，这个是字，对不对？字是客家字，因为我们有几组是客家字。好棒哦，我觉得好好玩哦。所以你们这个活动应该是收到很多的亲子回馈，对吧？有非常多的亲子很喜欢这个，然后当然，因为我们也会听从，就是像小朋友喜欢什么样的图案呢，我们就会以那个图案为设想。了解。那个盒子呢？提尔那个盒子是不是也是？因为我看到那个染料好大盒哦。对，这个的话呢是有附那个染液啊，就是试织，然后跟布块，然后还有一些绑圈，就是橡皮圈跟那个绑绳。那我们这染出来是想说，如果这个花的时间至少要2个小时以上，所以上面有说明书，很仔细的教大家。有，这些都会有一些简单的说明书在上面。对，那我们这边是我们的 DM， 然后可以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询问。好，那你不这样，所以如果我们拥有这个 Kier 的盒，然后走出了一个补台，就会是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对，这样袋子，而且好棒哦。对，然后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就是跟我们购买的话，可以选择是看你要咖啡色呢，或者是要黑色的都可以，因为会不同的美染剂，它呈现的颜色变化就会不一样。好，那我要老师，我要举手发问，为什么我这个颜色都是一个颜色，然后你上面有花纹啊？我们这个话就是利用橡皮圈或者是绳啊去做一个绑扎。绑扎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叫做所谓的防染的动作。是。那它的质地就不会渗透到这个布的纤维，所以你会看到白色的部分都是被绑起来的地方。对，所以这就是不一样的。对，我们绑法的话会类似像这样子抓起来，然后绑1圈橡皮圈、2圈、3圈，打开来的话纹样就会呈现像这样子的变化。好棒哦！所以我们如果有那个盒子自己做，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这样的布包。对，没错。当然，如果你时间够多的话，也可以到我们工坊来做体验，因为我们也会不同的品相。哇，好棒哦！那我想偷偷的摸一下因为我发现这样的颜色是不是你们自己我觉得年轻人穿很好看所以像这样比较接近的大地色，也是现在大家很喜欢的颜色。对，没错。现在蛮多人喜欢就大地色系，所以像有时候就是像我们自己会买一些咖啡色的衣服，都会被误认为是不是试染衣服。对，我们就会被问说啊，你们也是自己染的吗？说没有，我们可能在别的品牌里面购买的。对。然后再来呢，因为大地色就是我们会希望就是说这颜色呢让更多人喜欢，所以我们会加了所谓就是我们所谓的像这种即试染，就单纯的试染的颜色。我偷偷看到老师换笔了，是不是？真的吗？好，好，我们家对，那可以让他换下一个颜色。对，那我们第2个要用蓝色的笔，然后要沾蓝色的颜料。好，然后就会变成咖啡色的。好，那我要画喽。对，那一样要用力一点。用力一点。
然后它颜色就会转换成有咖啡色有，所以你现在如果心里讨厌谁，你就把他当成那个人，然后用力的去涂他。我们之前有个团体，他来说，他来这边体验，他觉得很疗愈，因为可以有点像发泄的感觉。对，我也好。如果你现在觉得肚子很饿，然后没有东西吃，你也可以想哦，可恶，那么饿，那么饿，那么饿，然后你就可以有这样子的。所以这是一个疗愈的过程。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手作？除了手做东西有手做的温度之外，最重要的事情是，这是你自己完成的。对，而且在这个完成的过程当中，你可以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然后完成之后又可以有一个东西带回家，是不是很像去喝喜酒，然后喝完之后又可以打包食物回家，感觉上好像一鱼二吃的一个心情。对，哎，真的有变色哎，我不晓得我们的那一块大的，像我这一块小的，好，我等一下再给你改用亲朋友来看一下，因为真的它这就是一个遇到不同的这个刚才说这个蓝色的这个所产生的一个化学变化，对吗？对，没错，它会让它的自然颜色快速的显现颜色出来。对，我们一定要跟观众朋友讲一下，其实这个是非常的环保。对。虽然它算是一个化学药、化学染剂，但是它对环境的污染是非常少，因为含量很少。是。那我们主要还是靠四支的颜色去发色。对，就是我们刚第一个2年的那个有味道的这个提儿。对，枝叶对不对？对，好，所以你们每次很多小朋友去用那边的时候，是不是都很喜欢玩这个？对，然后呢，当然我们会介绍的时候，我们会第一个让小朋友先闻看四支的味道是什么味道。哎，怎么办？老师，我很紧张哎，因为我这个是字哎，我如果没有做好，是不是那个字的形状会出不来，会不像？它都会出来，只是说它会不会有点小小的晕开？就是如果怎么办？你的水分太多的话，就可能会晕开。那你可以借我看一下，转过来一下，糟糕，我好紧张哦，因为我刚很怕它没有染色，我真的涂很多。有，其实可以啊，非常好，待会我们可以。我觉得老师角色很重要。老师说有，其实有非常好，走的会松喉。对，我就觉得动感同安永宁，因为每个人的就是做起来的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颜色的变化一定会不一样。喜欢听到这句话，哇，用亲朋友吼，你俩下嘞，哇，就会松动改东西，走得到台高会小改，你爱东西咪会走好嘞。不过嘞，你改欣赏和台走，所以台高先聊下，你等下另外差走那一张看，你走出来东西很容易呢。耶！哇，公狗膝盖一吸膝盖，我们就完成了。哎，好，有没有突然觉得很像在工作坊小朋友一样？小朋友完成会这样吗？会，他很开心，然后就开始赶快把他图案打开来。哦，好，赶快把图案打开。用心没有了解改行来网哎哈，所以大家要去查开来哈，这旁边是胶带，对不对？老师，你也可以把你的作品给开始拆开啊，我也要把我的作品拆开。我们都叫它开奖。哦，是这样，是不是？开奖，其实我有点紧张哎，因为都好怕会晕开。对，怎么办？有一些紧张，噔噔噔，这样算成功啊？有吗？大家有吗？有。你终于讲了你今天自我介绍的第2句客家话。有哎，你的是事事如意，也有哎。因为老师刚刚有一直提醒，比如说枝叶的控制，有时候会晕开或是什么的，所以这是真的是彻底的成功。哎，用心朋友，我大家用一张散漫改腿儿，这个袋子带在身上，随时提醒自己很散漫工作才可以。而且我们老师这个是刚过完年，所以祝福台尬事事如意，好棒哦！我觉得难怪台尬为动小喜头，记得我工作坊内走安勇改东西，我觉得好值得哦。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很环保。对，好好玩哦！哇，太多有趣的东西可以介绍了。不过除了散漫改 DIY 可以自我介绍之外，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现场有很多食物可以吃。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场的食物？而且为什么有这么多食物？你们现在看到的话呢，都是我们的一些的拟真食物展。那我们是以及就是前3年呢，我们就是刚进来这边工作坊的时候，我们就想要做一个不一样的展览。那我们也会参考一些其他的植物染的做的一些展览。那我们那时候就是遇到一个蛮瓶颈，就是不知道要做什么好。因为我们的颜色啊，就是咖啡色系，它很难去做一个可能很独特的创立。然后再来呢，我们就想说啊，因为刚好那时候快过年，然后我们就说，
我们就来不如做看看，就是年菜的部分。所以我们第一个展览呢，就是办一桌年菜。哇，就是这部分会有某一些你们看到一些年菜在桌上。有。对。然后第2年我们会做夜市人参，就是会看到最受欢迎就是热狗这部分。对，这里对不对？对。哈。第3年的话，我们会做干妈店，就是上面的茶包店这里。对。这都是我小时候经历过的东西哎。那个怡萱你不知道吧？这些我知道啊。我想说，现在的年轻人应该不太知道我们以前有这个，有，对不对？我们出的糖果有点就是BB 通，50年代到80年代都还可以吃到的。对啦，80啦，OK 啦，对，吼，对不对？这个好可爱哟，真的就是差不多长又改东西，然后还有这也是，就是台湾最有名的小笼包，我们还故意要折数要多一点，因为台湾小笼包号称就是18折，所以我们相对我们小笼包在做的时候，我有要求说折数要多一点，所以我们几折？应该至少18折，耶，好棒哦！然后呢，还有信州拱然，对，新竹最有名的贡丸汤，然后当然我们有陈列就是我们新竹最有名的柿饼。对，那个好可爱哦！而且我必须这样承认，就是说，像那一盘柿饼摆在家里，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装饰，然后也觉得就是事事如意的感觉，也会觉得好像很有福气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呢，这些展览呢，就是因为比较台湾化，就是可能像从年菜啊到夜市人参，包含干妈店，只有台湾才会有出现的文化。那希望能更吸引就是一些年轻人，然后可以就是能更有释然，对，让大家更有兴趣来我们这边做参观。太棒了！我旁边还有一个，这个一定要介绍，这个好像哦。对，这是阿姨说她小时候呢去干妈店第一件就是会去买的就是咸鱼。这个对不对？后面还有烂葱，对，香肠，对，香肠也是最经典。大家有些人还会开玩笑说，可不可以把它做成门帘？因为他们觉得很有趣，一条一条的那个。对，人家说一帘幽梦的那个门帘，本来是像珠串，然后变成一根一根香肠，其实蛮好的。对，因为我觉得是这样，你一旦认识了这个释染文化，然后你知道它是释染出来的布去做的，那个质感就不一样了。对，然后包括你们身上的衣服也是，对不对？你们今天穿的2件上衣都是你们自己晒给改就是释染的布做的，裤子也是。裤子也是，对，裤子也是，而且据说你们还有跟印尼的设计师一起合作，有就是在今年的时候，那因为我们就是因为公益中心的关系，然后他有跟我们去做一个帮社区跟国外的那个一些艺术家里面去做一个认识。那我们这次跟印尼合作，那他本身也是做植物染的，那因为印尼没有柿子，所以他因为气候的关系，对，所以他们就说对方的艺术家也觉得他这个很特殊，释染部分很特殊。对，那我们就用他的 idea 呢，然后用我们释染色去创造一些衣服跟包包类。那当然起初因为印尼他们最有名就是什么一些的巴蒂卡，就是他们一些服饰啊会比较大件，包含他设计的一些袋子呢，我们都会笑说袋子怎么那么像 IKEA？ 大家有去过 IKEA 吧？很大的袋子，对，那个就购物袋非常大。他说他觉得那个款式他很喜欢。当然我们说这个袋对我们台湾来说比较不太实用，因为我们台湾人比较希望小型一点，所以我们就在裤子跟衣服，然后去做个不同的变化。那据说好像第一次跟你们合作的裤子很高，是不是？高到对，快要将胸口这边。对，因为它是要用绑起来的书，它穿法跟我们不太一样，它需要绕到左边，可能再去绑扎。那我们是直接穿套会比较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会跟它就是做修正之后呢，我们就改用了那个丝去做染色。那因为你看到我们现场的布很少用丝的，大部分都是用棉或麻的材质去做染色。那我们利用这种丝因为它丝当然成本也会比较高，但是它染出来效果就会非常的棒。是，哇，我觉得特别的我怕这个忘记，因为这个好重要。今日大家咧小改又按用改工作坊，其实今天会多改3瓶。除了第7我们自己的释染文化之外，汉好从饶也是支持年轻人对这件事情的付出到冲击。所以是不是去你们那边可以除了刚才讲的走的自己 DIY 还可以买那些DIY 材料包，然后或是买你们的作品，是不是可以使用客庄券2.0？没错，可以，这个很重要，对不对？然后可以优惠，然
然后当然呢，就是可以优惠，就是如果听到可以优惠可以，我们就是上个节目，所以我们可以优惠。看到的话，其实可以优惠，我们会送给小礼品也是可以的。然后就来我们的话，那使用客庄2.0的话，刚好用到2022 4月30号为止。对对对，然后就可以用客庄券去你那边消费使用，对，好好哦，然后还可以送小礼物，对，好。搞不好你可以收到敢自己亲手做的这个小礼物哦，对不对？没有啦，我开玩笑的啦，我觉得好好玩哦。所以可以在你们的官方的粉丝页都会有这些相关讯息。对，好，我们就是如果你想要做体验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做报名。可以，然后你们也会期待未来有更多一些不同的国际的跨界合作。没错，对，我们希望呢，就是当然可以跟其他国际他们就是不同的 idea 跟不同的可以创造不同的火花出来，然后希望也能将台湾的释然呢去推展到国际，因为我们台湾的释然跟日本跟韩国会不太一样，我们会做因为日本跟韩国比较会做那个就是单纯的释然，但是我们会做一个类似套色染，就像这种的颜色。你说像热狗，对，它就是有4支加上了不同的植物去做一个颜色的复合染。OK， 我们称之为复合释染。是，对，我们会让颜色呢会更鲜艳一些。然后再比较明显的话，你可以看糖果的部分，它有一些绿绿的颜色，它会用不同的植物染去。黄色这个也是对吧？黄色也是，没错。OK， 所以其实。对台港来讲，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跟日本、韩国的释然还是不一样。对。然后最希望就会可以多做一些交流，因为多做交流其实是一个灵感来源的激发，对，跟刺激，然后也让我们在释然上面，我们已经有一个基础了。如果有按用改基础狗，我可以做出更多创意的东西，对不对？哇！今日介乡亲朋友看，你今日介节目很有起头，真的是收播动态了一半。你饮食用吃无营养补钙，狗仓还非常冇恐龙钙。你们是不是也觉得今天来其实好像还不过瘾，很多东西还没有讲到？对，还蛮多好笑的事情。那没有关系，我们觉得行业把有机会在个累到底下偏少嘅，还好冇恐龙钙东西，所以今天非常感谢两介就来到节目第一动物，拭目以待，谢谢，感谢欣赏。好，该天天好咧，让想你所有嘅乡亲朋友咧做人同了。中戏福喜类界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類界免費聽站，還有體驗你客家電視嘅 YouTube 片頭，讓你嘅影片呢分享出去哦，感謝大家。